这样吗？对。这还考验平衡。OK， 好，然后人生的剧本已经写好，只是不能偷看。但是我相信，在我人生的剧本里面，各位的教诲啊，各位的跟各位共事的这个经验，都绝对是我人生剧本里面最精彩的一页。院长、各位同仁、各位好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最后一天出席行政院院会。首先要感谢苏院长跟所有的同仁在1年多的时间给我很多的指导。我想我们的团队有政府会做事，并不只是在于说我们有非常高的行政执行力，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对于我们的土地跟人民有无比坚强般的热情。这个都是我在各位身上所学到宝贵的一课。所以苏院长常常在讲说，人生的剧本已经写好，只是不能偷看。但是我相信，在我人生的剧本里面，各位的教诲各位的跟各位共事的这个经验，都绝对是我人生剧本里面最精彩的一页。所以也要特别感谢苏院长跟所有的部会同仁。那这个部会间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像当时武汉包机第一次回来的时候，这个时中部长在机场，其实还有一位我们的李梦燕秘书长，其实那一天他也是忙到早上5点，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所以我们这个团队，不管是各部会的同仁，其实在为民服务、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之下，大家都是拼了命往前冲。所以我们我何其有幸，可以在这个充满热血的 A team 里面，追随苏院长跟所有的同仁一同工作的1年半。那这个绝对是我人生最宝贵的经验。那我会带着这个经验实现我的理想。也要谢谢大家这1年多来的包涵。那下次碰到各位的时候，就要请大家能够把过去这种在吹进度在赶代志的这个代志，你就给袂记哩要记住这个，我跟大家一样，我们在这个团队里面共享了很多的理念跟价值，让我们的国家能够更好。那再一次的要离情依依总是。今天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希望不久的将来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够跟各位相逢。谢谢大家1年来的包涵跟指导，谢谢大家，谢谢。